正當預算案之後啦，多個新盤搶灘，二手市場表現淡靜，偏偏居屋市場咧就好似有啲轉機咁。嗱，事關到房委會啱啱公布新一期白居二開始接受申請，一共設有6000個配額。今期最特別嘅地方係在於首度增設1500個青年配額，為18歲以上、40歲以下嘅青年增加置業機會。即係喺目前嘅市場氣氛之下，係咪真係可以達到真正作用呢？據房委會嘅資料顯示，白居二2025一共設有6000個配額，當中4500個係一般配額，以及有1500個青年計劃白居二配額，全數會撥俾18歲以上、40歲以下嘅青年家庭同埋一人申請者，而截止申請日期係3月26號。嗱，以前我哋經常慨嘆得好難買樓、好難上車，所以對於青年人嚟講啦，固然就渴望可以抽中新居屋啦。因為就算咧唔能夠抽中居屋都好，都希望有白居二嘅資格，可以喺第二市場買入免補地價居屋，點樣都會比私樓市場平嘛，不失為上車嘅好方法。但套用喺今時今日，對於佢哋嚟講係咪仲有吸引力呢？嗱，前提就係究竟符合咧購買白居二嘅人喺私樓市場係咪真係有充足選擇先？嗱，今次咧申請白居二，一人申請者最高入息上限係3萬蚊，資產上限係615000蚊。如果有呢個入息同埋資產嘅買家，以供款佔一半為準則去推算嘅話，佢最高每月嘅供款額啦可以供到15000蚊。如果咧以而家嘅息率3厘半，供款年期30年倒轉咁推算啦，佢最高嘅貸款額可以係334萬，連同佢既有嘅615000蚊嘅資產，最高可以負擔嘅樓價係395萬。政府啱啱好放寬咗400萬以下釐印費去到100蚊，就算喺大型藍籌屋苑，譬如沙田第一城啊、嘉湖山莊呢啲啦，都相繼有類近嘅貨源湧出，以至近期推售嘅全新盤，譬如喺大埔馬窩路嘅上妍啦，首張年加推嘅價單裏邊，400萬以下嘅單位都有成100個。早前嘉利喺元朗推售嘅朗天峰，同埋新地天水圍 YOHO West Parkside 嘅入場價分別係265萬同埋302萬，佢哋都大可以轉投私樓市場。二人申請者最高嘅入息比一人申請者係增加一半，分別係入息係6萬蚊，而資產上限係123萬。倒轉推算啦，其實佢最高可負擔嘅樓價係791萬，佢可以選擇嘅貨源就更加多。因為如果以而家一般中小型住宅嘅私樓單位嚟計啦，而家平均價格係525萬。今時今日嘅市況，白居二唔夠吸引嘅地方，仲在於白居二有私樓嘅本質，就係準買家係要同業主自行議價，但係就冇私樓可以隨時變現嘅條件。準買家需要喺市場上揾到合適嘅盤源，之後再同業主拉鋸到底。如果到時係傾唔埋欄嘅話係可能真係買唔到㗎。呢一點同私人市場就完全相同。但同私樓唔同嘅地方就在於私樓其實而家已經冇任何額外印花稅嘅束縛，變相私樓嘅買家可以即買即放。但白居二嘅買家仍然受制於2年禁售期，唯一只係佢哋可以喺補足地價嘅前提之下，當私樓咁樣轉售或者出租。當然啦，如果白居二嘅買家買入新居屋2019年之後嘅項目，因為呢啲項目本身設有限制期㗎，所以首2年唔能夠喺公開市場轉售，亦都唔能夠喺第二市場轉售。呢啲都係同私樓市場嘅最大分別。亦都因為咁所以對於青年人嚟講，如果符合到白居二嘅資格，喺私樓市場選擇比皆是嘅前提之下啦，係咪仍然需要受制於居屋市場嘅種種約束呢？從呢個角度嚟睇，對佢哋嘅幫助可能又未必好大。都可以預示到申請反應未必好理想。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咁多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呢類樓市短評、1、2手簡單攻略，或者新樓開箱驗樓，或者深度樓市調查報導嘅話呢，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加埋隔離個鐘仔，同埋最住係 CLS， 下次出片你就唔會錯過啦。今日先傾到呢度，下嚟片再見，拜拜。Yahoo!